听了就就欢喜，讲哇，这个小明长大啊，够懂事啊，怎样讲爱到甲妈妈斗相共，结果小明讲妈妈，今日母亲节卖洗，你明仔载再洗啦。还听我唱一个。那所以讲，我希望讲在座的小朋友拢会使讲，就是讲在母亲节的时阵，母亲节是特别。讲英文啊？哦，懂啊。It's okay, right? 讲。好啊，那刚刚这小孩再讲一次吧。再讲一次啊，他们看他们反应。Don't worry about it. 哦，好吧，那我再讲一个笑话。有一天，这个刚刚的小明很懂事嘛，那他就是叫妈妈明天再洗碗。那他就是很希望说他，因为年纪就是说，越来越一直长大了嘛，那他就是希望说，我想要增加零用钱 pocket money。那他就跟妈妈，他就想说，那我就多做一些家事 ，I help mom do some work to get some more pocket money。所以他就是想说 ，OK， 好，那妈妈跟我的感情蛮好的，那我就跟妈妈讲说，那我要帮忙做家事，但是你要多给我一些零用钱。那他就说，妈妈，我要多帮忙做家事，可是在学校。老师跟我讲说要很多事情都要订合约，这样才有保障。所以我要跟妈妈说，那我也要跟妈妈订个合约，就是说妈妈，我从现在开始我会帮忙做家事，可是因为我做事嘛，所以你也要给我一点这个现金来给我当做我的那个劳工嘛 labor。那所以从现在开始，我洗碗一次1块钱，那擦桌子一次1块钱。那我扫一次地1块钱，那我洗衣服 do the laundry 比较辛苦一点3块钱，那如果要做饭也可以，我5块钱。那妈妈听完以后就很好，那这样我算一算，你每天先给我25块钱好了，因为妈妈每天帮你煮3顿饭，洗3次碗，擦3次桌子，还要扫地跟洗衣服，所以这样你要先给妈妈25块钱。结果小明整个就傻眼。好了，好，那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的母亲节庆祝节目。那我们第一个是一个4重唱，那我们就是请我们今天的4重唱来开始。重唱。因为没有唱。先变成合唱。阮咧唱2首歌吼，拢甲母亲节有关系。第一首叫做《我想念你》，爱倒点妈妈。你若倒点倒不对就唔对意思啦所以所以咱先吟这首啦，第2首等下要吟的时我再去分享。有没有听懂？没有。No. We have 2 songs. And all about mom. Okay. 永远永远永远。
我讲华语啦，咱这囡仔较听有吼。第二首叫做《爱你到永远》，这是一位牧师陈立豪所写的。他写这首歌是因为他的妈妈在一个台湾的空难当中失去了生命。他写的意思是说，如果还有机会，他还想跟妈妈说一句话：我爱你。谢谢哥你们美好的诗歌。那我们现在就是请我们有两个表演，那是Catherine 还有 Mason， 那就麻烦上场。
那个 Nathan 的钢琴表演。那我们现在要另外有姐姐Catherine 为我们表演。好，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话，就是他们说，杜拜的女人 ，woman in Dubai， 就是她只需要负责花钱；那德国的女人，她只要负责工作；那日本的女人，她是要负责带小孩。那大家知道台湾的女人她要做什么吗？那她其实就是很多人觉得说她是超人，她是女汉子。那很多有时候妈妈会需要工作，她会需要想办法帮家庭增加收入。那她必须要洗碗，她必须要做饭，她要带小孩，她要打扫，她要收拾，她还要就是会煮饭。那她必须走得了厅堂，进得了厨房，那还要教育小孩。那她对外要和谐社会关系，对内要和谐家庭关系。那大家都知道说有一个说法是，女人是水做的。那大家觉得刚刚这样的女人，她是用水做的吗？她不只是用水做的，她可能简直是用水泥做的吧？刚勾就是很坚硬，不好意思。那我们现在就是我们有一个分享的时间，那我们就是给我们的妈妈那个Denise 有一些分享的时间。我不晓得今天让我来做这个分享那么我很简短的 ，OK， 我很简短分享。我想相信这是一个感恩的日子，是我们感谢妈妈的一个日子。虽然我们应该是每一天都在感谢我的妈妈，但是就是特别在这个日子里面，我们真的是特别感谢妈妈。那我要特别感谢，就是说，其实第一个我要感谢上帝的是。他赐给我个妈妈，我相信我们都是很感谢上帝就赐给我们一个妈妈，让我们带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。但是特别对我自己的妈妈，我很感谢的就是说，当年我妈妈她就是为了要移民美国，我妈妈她提早退休。然后她放弃了她退休之后在台湾的一个舒适的生活，在一个舒适圈里面，她有她认识的人、认识的环境。她用一个50多岁的一个年纪，她带着我们来到了台湾。那也因着妈妈带着我们来到台湾，让我们对不起，也是妈妈带我们来到美国，带到美国，移民到美国来，让我们在美国这边更认识上帝。所以真的是，我觉得这都是上帝的旨意。因着上帝的旨意赐给我妈妈，因着他祝福妈妈，妈妈带我们来美国，让我们能够更深刻的来认识上帝。那真的是感谢妈妈。
第二个我要讲的就是说，我妈妈我自己有4个兄弟姐妹，我妈妈有4个孩子，所以她又要上班，又真的要带着我们，真的是非常辛苦。那我本身我也有4个孩子，所以当时那时候我在怀双胞胎的时候，我妈妈真的是她就这样一直看着我，我想她也看到了她自己，然后他就这样子一直很叹气，但是我真的是感谢主，就是主赐给我这4个孩子，但是相同的，他给我这样子一个做妈妈的职分，但是他也给我很大的帮助，因为我认识神，所以我也就知道说，这一路走来，真的是对孩子的担心对他们的照顾，真的是一路来，我相信每一位在座的妈妈，你们都能够体会，也真正的自己当了妈妈之后，才能够体会到当年妈妈对我们的辛苦跟心意。那么，但是这几年因为孩子比较大了，我大概这2年，去年跟今年，我都有机会可以回去台湾看我的妈妈。对，他们来移民美国之后，20年之后，他们又决定，因为年纪大了，他们回去台湾，就是算是已经回台湾定居了。然后所以我就这2年我就有机会回去看他们。那每次我回去看他们的时候，每次都是很不舍，因为都是深夜的飞机到台北，然后妈妈就会站在那个楼下。11、12点就在那边等我这样子，然后我就觉得尤其是特别是这一次，我4月刚回去，我回来，我就觉得说，妈妈一年一年的真的是年纪越来越大，然后那种就是跟她见面的身影，跟她 say goodbye 的身影，我都觉得真的是心里有说不出的难过。然后其实我现在对妈妈就是说有最大的心愿，就是说我的妈妈可以信主，她已经我觉得感谢主，我的爸妈已经决志了，可是他们一直都还没有机会可以受洗。然后那我就希望说，因为在妈妈的身上总是有很多的残累，你知道？那我觉得我很感谢的是，我的辛苦，我们的辛苦，我们有上帝可以交托，但是我的妈妈她还没有办法享受到神的恩典跟这些怜悯，他没有办法把他的重担交托出去。那这个是我对妈妈真的是最大的负担。那我另外也是我想要对妈妈说，就是说我希望妈妈对我很放心，因为我也很感谢主，就是说我有一位很好的老公。样，然后我妈妈非常的疼样，因为样跟我妈妈真的是太像了，所以其实基本上我觉得我在妈妈的身边长大，然后又到另外一个妈妈的身边，那当地上帝的爱也是真的很。那对这一点，我真的也要很谢谢我的婆婆，因为她把她的孩子教养得非常的棒。然后让我有一个很好的老公，然后让我的孩子有一个很好的爸爸。但是所有的荣耀全部都要归给上帝，因为我觉得整件事情来，不管我们这个家庭的建立是建立在上帝的手中。OK， 要不是我们认识上帝，要不是我们进入这个上帝，成为上帝的儿女，我们不可能有成立这样子的一个家庭。然后我觉得在这家中，上帝因着孩子的一个一个出生跟一个个的成长，其实4个孩子，特别是双胞胎，真的是上帝的祝福。我一直要讲，这个是上帝的恩典跟祝福，他让我更认识上帝，也更愿意交托我自己。那真的是把一切的荣耀归于上帝，也祝福所有的妈妈们，真的是感谢上帝。就像今天牧师所讲的，上帝是我们在地上一个母性的代表，那妈妈也是一个上帝的化身在我们的身上。然后我是一个妈妈，也是一个女儿，也是一个媳妇儿，真的是祝天下所有的妈妈母亲节快乐，谢谢。